伊是净主业障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顶礼佛足，有劳三匝中规插手礼白佛言：大悲世尊为我等陪讲说如是不思议事，一切如来因地形象，令诸大众得迷情忧，多见调欲力行沙激勤苦境界。一切供养犹如一念，我等菩萨亲自劝慰世尊，乐处觉心本性清净，因何念有诸众生迷蒙不入，唯愿如来讲为我等开悟法性，令诸大众及未世众生作将来眼。说是意义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总理复事。尔时世尊告诸净业将菩萨言：现在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未世众生，诸问如来如是方便，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净诸业障菩萨弘教欢喜，及诸大众目连理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梦想执有我人众生，急于受命，临死颠倒为实我体，由此变生真爱离境，以希望体中执希望，离妄相依生妄业道，有妄业故，妄见流转，言流转者，妄见涅槃，由此不能入清净觉，非觉为其诸能入者，有诸能入，非觉入故，是故动念及于识念，皆归迷蒙。何以故？有无始本具无明为其主宰，一切众生生无慧目，身心定性皆是无明。譬如有人不自断命，是故当知有爱我者，我意随顺，非随顺者便生真怨，为真爱心用无明故，上师求道皆不成就。善男子，云何我相？为诸众生心所证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迫害雕饰，佛忘我心，使其旋反孽用怪风，未加沾爱，即知有我，是故正处方现我体。善男子，其心乃至正于如来，毕竟了知清净涅槃，皆是我相。善男子，云何人相？为诸众生心我净者。善男子，我有我者，不可定我，所我非我，我亦如是。我已超过一切净者，实为人相。善男子，其心乃至愿我涅槃，故是我者。心存小我，必谈正理，皆名人相。善男子，云何众生相？为诸众生心自证我所不及者。善男子，
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我是众生，即知彼人说众生者，非我非彼。分何非我？我是众生，即非是我。分何非彼？我是众生，非彼我故。善男子，但诸众生了证了我，皆为我人，离我人上所不及者，准有所了，名众生相。善男子，分何寿命相？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，一切业智所不自见，犹如明镜。善男子，若心照见一切觉者，皆为尘故。觉所觉者，不离尘故。如汤烧冰，无别有冰。知冰烧者，准我、觉我、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不了事相，虽经多劫，勤苦修道，但名有为，终不能成一切圣果。是故名为正法未世。何以故？令一切我为涅槃故，有情有我，名成就故。譬如有人以贼为主，其家财宝终不成就。何以故？有我爱者，亦爱涅槃。复我爱见为涅槃相。有情我者，亦净生死。不知爱者，真生死故。毕竟生死，名不解脱。分何当知法不解脱？善男子，未世众生是菩提者，以己未证，为自清净，又未能证我上根本。若复有人赞叹彼法，即生欢喜，便欲制度。若复诽谤彼所得者，便生嗔恨。即知我相坚固执持，降伏纵色，游戏诸根，情不间断。善男子，彼修道者不知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若知我空，无非我者，由我说法，我未断过。众生寿命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说病为法，是故名为可能悯者。虽勤精进，精益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不了事相，以如来解及所行处为自受，行终不成就。或有众生未得为得，未证为证，见性尽者，心生嫉妒。有彼众生未断我爱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希望成道，无能救我，为益道门，增长我见。但当精勤降伏烦恼，期待勇猛，未得能得，未断能断，贪嗔爱慢，贪曲嫉妒，对境不生，彼我恩爱，一切执灭，佛说是人渐次成就。求成知识，不对邪见。若以
所求百姓真爱，即不能入清净觉海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其言：正业念动智，一切诸众生，皆由执我爱，无始妄流转，未知四种相，不得成菩提。爱憎生疑心，含曲尊自念，是故多迷惘，不能入觉城。欲能归我插，生起贪嗔痴，发爱不尊心，暂处可成就。我心本不有，真爱何由生？此人求善友，将不对邪见，所求别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